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嘅 YouTube 頻道。我係 Indira 葉夢雅，我係一位人智學研究者同埋華德福老師。希望你多多支持 share、like、comment、subscribe 我嘅頻道，撳埋個鐘仔就可以收到我 channel 嘅每一條片通知啦。咁而家我就會介紹人智學嘅基本概念。首先解釋咩係人智學，全名就係人類智慧學 （Anthroposophy）。Anthro 喺古希臘語就係解人，譬如人類學英文就係 anthropology。Sophie 咧就係古希臘語嘅 Sophia，即係解智慧。我喺大學讀嘅哲學科就係 philosophy， 古希臘語 philo 就係愛 ，Sophia 即係智慧。咁 anthroposophy 咧就係解人類智慧學。咁 Rudolf Steiner 魯道夫斯泰納創立咗人智學，佢係以唔同嘅概念同埋方法解釋佢對人同宇宙嘅睇法。自古以來，人同宇宙都係好似好多嘅謎一樣，等待我哋去解開。每個提供嘅方法、概念同埋答案，都好似喺同一座嘅大山上邊唔同嘅路徑，每一條路都會見到唔同嘅風景。就好似唔同嘅概念同埋世界觀，都會對人同世界有唔同嘅理解。雖然人同宇宙咁多嘅謎，係多到永遠都解唔晒，但係當我哋學習到越多嘅知識同埋概念，我哋就好似去到越高嘅山上面進發，企喺越高嘅點，亦都更加明白成座山係點樣嘅形態，同埋唔同景色之間嘅關係。亦即係對人同世界有更深入同埋全面嘅了解。首先，我哋介紹人智學入邊嘅四元人同埋三元人嘅概念。呢啲都係人智學非常基本嘅概念框架，唔單止係人智學者，甚至係一般人同埋為人父母嘅爸爸媽媽都可以從中更加明白自己同埋小朋友嘅成長。四元人就係第一個構造咧，就係物質身 （physical body），就係呢個世界所有嘅礦物界嘅物質，以一粒石頭為代表。我哋執起一粒石頭，就見到只係由礦物同埋泥土等等啦，係完全受地心吸力所影響，係向下嘅力量。所有嘅礦物、植物、動物、人都係有呢個物質身嘅。喺人身上最明顯嘅就係骨頭同埋牙齒，最接近呢個礦物界。另一個構造就係以太身 （ether body）。當我哋觀察一棵植物嘅時候，佢當然亦都有物質嘅部分，就係物質身。同時，我哋發現一棵植物同石頭有咩唔同呢？就係佢有向上嘅力量，向上生長，係反射地心吸力嘅，同埋係有繁殖嘅能力。呢個就係因為佢係有另一樣嘅構造，就係以太身，又叫做生命體。其實古代已經有人提出㗎啦，譬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以太 ether 係除咗地水火風以外嘅第五元素。其實以太身就好似中國人所講嘅氣，我哋提倡嘅練氣功太極，其實就喺度加強我哋嘅以太身。所以練呢啲功法係可以強身健體嘅。我哋發現植物、動物同埋人都係有以太身，令我哋能夠生長同埋繁殖。喺人嘅以太身，更加係記憶同埋習慣所在嘅地方。到咗第三個構造，就係星神身 （astral body）。當我哋觀察一隻動物嘅時候，最明顯嘅特色就係佢哋
多數時間都係會喐嚟喐去、行嚟行去嘅喎，就唔似植物咁樣樣喐都唔喐，所以就叫做動物。動即係移動啊嘛。佢哋行來行去嘅動力其實就係慾望，無論佢哋去揾嘢食、去揾啲水飲，或者係去繁殖，都係受到各種慾望嘅驅使㗎。呢個就係因為動物係有再多一樣嘅嘢，就係精神身啦。我哋人一樣都有慾望，因為我哋同動物一樣有精神身。另外，人各種各樣嘅感受、感覺 feelings，例如舒唔舒服啊、開唔開心，都係位於精神身上面嘅，所以亦都叫做情緒體。動物同人一樣係有情緒，例如有養開寵物嘅人都會感受到，當你養嘅貓貓狗狗開心嘅時候，有啲就會擺尾，有啲就會叫，有啲甚至會笑喎。不過佢哋嘅情緒就比人簡單得多啦，而且人係能夠或多或少去控制同埋轉化呢啲嘅慾望，呢個就係靠我哋嘅自我同埋意志去做到。而動物同埋人亦都係有神經系統，亦即係意識 consciousness 嘅基礎，亦都係精神身感受嘅所在。到咗第四個構造啦，就係自我 ego。當我哋觀察一個人或者自己嘅時候，我哋知道人係有物質身，係同礦物界一樣。而我哋亦都有以太身，係同植物界一樣，令我哋能夠生長繁殖。另外，人亦都有精神身，係同動物界一樣，所以有情緒、感受、慾望等等。同時，人類有第四種嘅構造，係其他生物係冇嘅喎。係乜嘢呢？就係自我嘅意識。人智學裏邊叫呢樣叫做自我或者係我。有啲台灣嘅譯法呢，甚至係會用中國嘅古字吾去代表呢個自我嘅，即係以前我哋讀文言文裏邊嘅吾，譬如係吾日三省吾身，亦都係代表我嘅。你見到嘅貓貓狗狗嘅動物，雖然佢哋係有情緒感受，但係佢哋係冇我嘅意識嘅喎。譬如你放一塊鏡喺一隻貓面前，嗰隻貓係唔知道鏡裏邊嗰隻貓係自己嚟嘅喎，佢淨係會以為有另一隻貓喺鏡嘅另一邊。而人係會有自我，會反省自己，係會計劃啦、決定、反思等等，呢啲都係身為人珍貴嘅地方。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有一個馬車嘅比喻，車夫係代表理性，佢係必須駕馭兩匹馬，就係慾望同埋意志。車夫如果唔能夠好好控制馬車，就唔可以前行，甚至失控。所以我哋啱啱所講嘅自我，亦都係要學習平衡同埋駕馭物質身、以太身、精神身嘅需求同埋慾望，先至能夠實現自我真正想做嘅嘢。咁人嘅呢四個構造之中啊，唔係全部一齊誕生嘅喎。人智學裏邊所講嘅人嘅發展係以每7年為一個階段。當人一出世嘅時候，就誕生咗我哋嘅物質身 （physical body），而呢個以太身 （ether body） 就會開始好忙碌咁樣建立我哋嘅物質身，即係我哋嘅身體。直到我哋身體最硬嘅牙齒啊，都開始換嘅時候，即係大約6至7歲。咁呢個以太身就完成咗建立身體嘅第一階段。所以0至7歲，我哋嘅身體係能夠快速咁樣生長。到咗大約7歲，以太身就完成工作，解放咗部分嘅力量，就能夠開始發展思考 thinking 嘅部分。
所以以太身係大約6至7歲先至真正誕生嘅。而小朋友如果7歲之前就學習太多思考性嘅嘢，譬如數學或者係啲概念啊，學好多嘅唔同嘅概念咧，就會預早咁樣提取咗建立身體嘅能量，而變得孱弱，甚至係面青口唇白㗎。到咗大約14歲，我哋嘅星神身，即係情緒體 （astral body） 先至真正誕生。小朋友喺性方面亦都變得成熟，所以我哋記得以前到咗13、14歲嘅時候，突然之間各種各樣嘅情緒都會走出嚟，就會感到好混亂嘅情況喎。就好似動物園裏邊突然間所有鐵籠都消失晒，全部嘅動物突然間跑出嚟。你諗下會引起幾大嘅混亂呢？於是人嘅自我 ego 就要學習點樣去控制或者係駕馭呢啲強大嘅情緒力量。去到人嘅第3個7年，即係大約21歲，人嘅自我 ego 先至大約初步咁樣成熟，能夠駕馭到人嘅唔同部分，即係物質身、以太身、星神身。諗下我哋人要學習幾多嘅知識同埋功夫先至做到自我圓滿呢？所以做人一啲都唔簡單㗎。好啦，呢條片就介紹咗人智學嘅名稱同埋4元人嘅基本概念。3元人就要下一條片先至介紹啦。多謝大家支持，再見。